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尔意爱。我愿无上主的定，甲要分去。我的心神因外的上帝欢喜唱歌。请三角来唱圣诗，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会众请起立。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吉祥，路上主出名。圣哉，圣哉，圣哉，将你的地盖。请咱由我兄弟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甲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大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这是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24篇，启应文第24篇，我来启，大家来应。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懊恼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
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请三角来祈祷。慈悲疼叹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互阮伫圣日搁三角聚集，同心来敬拜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阮向你恳求。帮助阮有勇敢佮充满怜悯的心，诚做这世间的盐佮光。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望阮学习彼此相疼，学习信靠你，诚做合你心意的器具。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入你的殿。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三角来看上帝的话，第一个所在是伫出埃及记14章15节到18节，出埃及记14章15章到15节到18节，和合本是80来页。我来读。上主对摩西讲：“你是安怎对我吼叫？就叫以色列人向前行。你举拐仔伸手去海，甲海分开。以色列人会伫海中行大地。我要互埃及人的心硬，伊要对恁落去。我要拍败埃及王甲伊的全军、战车。”马兵献出我的荣耀，我拍败埃及王甲伊的战车、马兵，得到荣耀的时，埃及人就知我是上主。第二个所在是伫新约《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我来读。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古尼来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以及扫罗。因咧敬拜主、禁食的时，圣神甲因讲，就为着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呼调因做工作。因禁食祈祷了后，甲因按手，差派因出去。这是赞美，请圣歌队。
敬多。这时请马银山神学生来敬多，伊要分享的是一小步一大步。各位兄姊，大家平安。我是玉山城下的倒数1年级的学生，我的名叫做马银山。今仔日实在足欢喜，会使到遮甲大家做伙，因为桃园是我出世一直到我十岁之前大汉的所在。所以今仔日会使转来桃园，就亲像回娘家同款温暖。拄好5月嘛是感谢妈妈的母亲节，所以我伫遮先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祝福恁拢会使平安快乐，身体勇健。我家己嘛是一个妈妈吼。我有2个囡仔，一个是7岁，一个4岁。我伫咧城下伊读册的时阵，我是带我7岁的查某囝，我的后生是对伊的爸爸伫咧台东。作为一个妈妈，要放下家庭到城下伊读册，是一个足困难的决定。当时我嘛是足无简单，才愿意顺服圣神的感动，行出我的一小步。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一小步一大步。我的台语练到这里而已。因为我的翁是河洛人。不过我的台语是跟我婆婆学的，学的都是平常的日常用语，所以可能只能讲前言。那我怕大家呢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用我的不标准台语会没有办法传达神的话语，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见谅，我大部分都会用华语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正道，可以吗？好，谢谢。好，我们刚才呢念到的第一段经文，是我们从小到大都非常熟悉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在这个伟大的释放行动当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是反奴隶、反压制、反压迫，使人得释放、得自由的上帝；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民因此更加确认自己选民的身份，更因为这样子形成强烈的族群认同。但是在这个伟大的事件当中呢，经常会遇见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都知道，当他们愿意踏出一小步，要走出埃及的时候呢，很快的就遇到了第一个又大又难的困难，就是来到埃及的红海边。前面呢是阻挡前路的红海，后面又有埃及非常精锐的追兵，所以可以说是上天不得，下地无路。在这样子的危急关头里面呢，有以色列民的恐惧，甚至他们都想说，我们还不如回去埃及做奴隶，这样子的奴才心态都出来了。但是我们更多看见的是摩西坚强的信心。他向以色列人民说，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不要怕，要站稳，不免惊，徛好在。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上主要为你们作战，只要你们镇定。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见
上帝对摩西说的：“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向前行，对啊，向前走就是了。”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跨出一小步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总是那一小步是最困难，会遇见最大危机的时候。但是危机中的转机，我们要记得的是，探听上主的话，勇敢向前行，请听上主的话，勇敢向前走。所以以色列人民呢，在上帝还有摩西的带领下，一起踏出他们的一小步。但因为这样子的一小步呢，却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脱离压迫、奴隶，走向建国的一大步。第二段经节呢，我们又翻到了新约，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不一样的作为在以色列人民当中。安提阿教会的一小步，安提阿教会的一小步，在1900多年前呢，因为一群逼迫分散的基督徒们，因为这样子的逼迫，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当时呢，在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市就是安提阿，建立了安提阿教会。这个是继耶路撒冷教会以后呢，成为一个新的宣教地区。他留下的美好脚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有4点。第一点就是首先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们都知道，过去好像我们现在所信仰的神跟犹太人的神是同一个上帝吗？是同一个上帝。所以过去呢，犹太人会觉得这是他们民族上面的信仰，但是因为安提阿教会的一小步，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是因为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突破了犹太人犹太人当中他们的唯有犹太人才能得着上帝救恩的排他主义。第二点，超越种族、阶级、教育的团队服事。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的第1节就有看到看到了很多的人名，巴拿巴，还有古代利人路求，还有马念，还有扫罗。从这一些名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组合，就是他们的背景呢差异非常的大，无论是在种族上面、社会阶级上面、教育程度上面呢，都有很大的差异。可是不一样的是，即使有这样子的隔阂跟差异呢，他们仍然在圣灵的引导下合作无间。能够超越的力量呢，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第3个，先知、教师不同的恩赐，可是却能合一服事。这样的关键也是出自于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们有这样的恩赐是出自于圣神，圣灵。对。第4呢，顺服圣灵，向前宣教。安提阿教会之所以能够不断的成长，是因为他们可能正在计划建立更强大的家庭教会，正需要更多人来投入。但是呢，圣灵感动他们，要差派保罗、巴拿巴向外邦人来宣教。一样，要从一个民族的信仰，要去告诉他说，我的神也爱你，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小步。所以当时呢，他们可能也非常的挣扎。但是我刚刚有说到，出埃及要跨出一小步，最大的转机就是倾听上帝的话，顺服圣灵。最后他们愿意选择的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踏出宣教的一小步。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们完全没有预想到，因为这样子的一小步，能够成为教会历史上关键的一大步，以至于到现在，
我们能够认识这样子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所以安提阿教会呢，从一个基督教的犹太一支，因为因为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成为普世性的宗教。所以我们从这2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总是要踏出迈步，我们看似那又大又困难的一小步以后，神的计划总是非常美好的一大步。那今天呢，我是代表玉山神学院要来分享，所以呢，我也想要来分享玉山神学院的一小步是从哪里开始。我们玉山神学院呢，至今创立呢，从1946年到现在是77年了。那我们过去呢，因为当时的土地的关系，还有各样的原因，我们基本上搬过了很多的地方，从秀林乡、花莲的秀林乡，又搬到美伦，又搬到台东的关山，直到1977年呢，1959年那一个时候，我们才正式搬到现在，在花莲寿丰鲤鱼潭的那个谈判。那我们也是从1977年才正式改名为玉山神学院。可是，在这个历史悠久，算是悠久吧，因为比起桃园教会的100多年，我们真的是一小步而已。但是呢，这样子的一小步是怎么样跨出去的？其实呢，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快要，这个学校就快没有了。这是我们早期的茅草屋的学校。应该早期很多神学院，外国宣教士来建立学校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形式。当时呢，高俊明牧师担任我们玉山神学院第3任的院长。他接任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我们原住民教会开始兴起，要来建设很多教会的时候。所以董事会当时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要盖这么多的教会，我们应该把这些钱奉献放在盖教会当中。可是高俊明牧师却觉得呢，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对于这一个部分是他的梦想。当时呢，整个神学校只剩下高俊明牧师以及另外一位老师。但是他们仍然呢，努力的奔走，然后去说服，得到了部分董事的同意，还有当时孙理莲宣教师母的支持，坚持走下去。然后直到呢1959年3月27，当天刚好是受难节的清晨，就是我刚刚讲了，我们一直到处的流浪呢，结束了10多年的流浪迁移，我们终于搬到了现在的寿丰鲤鱼潭畔。当时过去的时候呢，听前辈们说呢，真的是一个荒芜之地。可是他们为了这样子远大的梦想呢，为了要建立学校，为了要传扬神的福音，大家呢就一起徒手来盖学校。所以当时呢，前辈们常常会前辈的牧师常常会分享，他们当时在玉神读书的时候，都是早上上课，下午工作。工作是干嘛呢？就是搬石头、砍草、整地、盖房子。所以呢，到现在呢，我们还保留了一些尤其是他们当时，我们都是用石头堆的阶梯还有围墙都还有留着。就像这样子，如果呢大家有机会到花莲玉神来看看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一些石堆的墙呢，基本上它都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智慧哦，因为到现在呢都没有歪倒过哦，真的是石头一个一个堆上去的。好，那这是我们的石阶。大家知道玉神有樱花季吗？在12月到2月刚好春节的时候，
那边呢，整条路我们玉神的整条路呢，都开满了樱花，白色、粉色的。所以呢，我从花莲开过来，大概快4个小时而已，很近。所以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呢，在樱花季放假的时候去走春一下，是个很美的地方，也能透过看到这些东西，会看到上帝呢，在原住民的教会里面很奇妙的作为，这样子。所以呢，在1959年的受难日，对玉山神学院来说，就是我们关键的一小步。因为到那里以后呢，大家应该只想说我要去学习，或者是没有想到说啊，原来这个学校是连房子都没有的，我还要帮忙盖学校这样子。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愿意顺服，愿意去付出。玉山神学院才能够培养了更多的传道人，牧养更多的教会，使更多的原住民族可以认识这样子的一位真神，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是呢，玉山神学院更扮演着维系原住民社会文化重要的一环。在玉山神学院呢，不同于南神跟台神呢，我们因为是专注于原住民神学，所以我们会有点不一样。就是我昨天才问了台神的同学，他们白话文嘛，台语是1年级上学期学，但是我们的母语是，只要你在玉神，每学期都是必修，都是必修。所以如果像我是排湾族人，所以其实我从小排湾语也没有学得很好，因为我们那里汉话也是蛮深的，然后所以对我来说呢，每学期要把这个必修拿到及格呢，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建立对于自己族群的认识与认同。然后我们还会习修原住民历史、文化与宗教、原住民的议题。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每学期都要传承我们前辈们呢为学校付出、用体力付出的爱的行动。所以我们每学期都有3天的侍奉周，我们会所有的师职生完全停课，然后去打扫校园。不是打扫而已哦，你要知道我们那里是山上，所以我们要砍树，女生也要砍树。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真的就是体验原住，因为可能我们未来到部落服饰也会需要砍树吼，然后大家都要砍树呢，而且那个树真的是很大的，然后要砍下来以后还要把它锯小。女生，我们记得有女生的，有点看有吼中间的，这个妹妹很年轻，她是我们学院部3年级的，所以她才21岁吼，就已经会砍树了，也是来玉神才学的。然后还有砍草，而且基本上我们是山坡，所以砍草呢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中间这个呢，是老师教导我们要种一个小花园，他就教我们堆石头。我才发现，因为堆石头很难，因为我们堆的都会倒，老师堆的都不会倒。果然这是需要智慧传承的。那再来是清水沟。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能够对于学生跟我们自己所读的学校、跟神的关系、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的扎实跟深厚的。这就是高俊明牧师的梦，他用信心的双手与老师、学生一起做的梦呢，至今都还要代代相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麻烦楼上的同工帮我播放一段我们学校预备的短片，因为我刚刚用讲的嘛，我让大家看一下，你们搞不好就会很心动，然后下一次走春的时候就来我们这边看樱花，然后来看看我们的神学生们，这样好。可以直接播放了。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很短吼。
大家知道，其实，在原住民教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啊，都是从客家人跟闽南人开始的哦。就像宣教士一样，他们学国语，他们就去那里学原住民语。好，可以帮我看得到吗？放大一点。所以很不容易吼。好，没关系。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玉山神学院的影片。很美吼，欢迎你们来。在原住民神学教育里面，我们会关怀国家的前途，爱乡土，做台湾人，做有文化内涵的真正的原住民。我们会继续秉持这种信仰，来尽心尽力为主服事，来荣耀上主。育神他不只是在读书方面，他也是要从事很多各样的服事、教会的实习以及学校的活动，还有各干部的学习。其实一直以来很有负担的就是对于青年的这一块，因为人口的流失，又加上青年到外地来去工作、来去读书，所以他们很少回到部落里面来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及信仰的扎根。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能够跟这些青年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信仰上面的部分，然后让信仰能够更加扎根，让他们能够不要去外面的时候，能够忘记自己的文化，不忘记自己的信仰。传道人或是我们的同工，如果一直处于被动的状况，始终就没有办法看见会主动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出去，特别是我们社区的文件站，透过教会去协助，做照顾老人的一些事工。文件站的负责人还有这样的感动，会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这是社区宣教的一环。我在玉山神学院里面实习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经验，我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或者是我的老师来分享，由他们来提醒我该做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改变，我才了解到说，我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走遍所有的教会，反而是每个教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行事风格，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抛开这些我们以前固有的这些习惯、一些傲慢，真正谦卑的来认识这块土地。
那我们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呢，有夹带我们的请安单张，然后也有我们的奉献袋，所以特别呢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当然呢，金钱不是唯一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是主教导我们的，在肢体里面彼此代祷，这才是最重要的心意。那今天呢，我又因为我的那个行李的关系，我有带我们有一本义卖的书，是骆先春牧师的纪念集，他让我们玉山神学院来作为义卖，你也可以用买我们的这一本书的方式来支持帮助我们奉献我们的学校。那因为我今天只有带2本。想说，如果呢教会真的有比较多人需要的话，我可以再登记，然后寄送到教会来，可能会比较的方便。所以呢，玉山神学院能够走到现在呢，其实现在更不容易了。尤其像我这样子年纪的，我今年31岁，这样子年轻的青年呢，我过去也在北部工作很久了。又身为一个妈妈，但是我在4年前毅然决然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我清楚的明白这里的在部落里面的需要。我们刚在影片看到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文健站是什么，就是文化健康站，它有点像老人那个叫做乐龄中心，只是它是属于部落的。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部落就是很多的老人，很多的小孩。我们这个年纪的呢，都在外地打拼，所以，但是他们的需求，无论是身体的需要、关怀的需要、牧养的需要、信仰的需要，都非常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所以，我就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举家一起回到台东，为我的部落服务。这也是我们全家人的一小步。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一小步跟一大步。我的投影片不会动了，不好意思，没关系，我就直接用讲的。我们刚刚有看到，跨出一小步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要跨出那一小步是非常困难的。以色列人跨出一小步出埃及是困难的，扫罗跟巴拿巴要踏出一小步向外邦人宣教也是困难的。高牧师要在众多人反对的浪潮下踏出一小步走出原住民神学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刚刚有说到，困难中最大的转机就是顺服上帝，听从上帝的声音，跟随主。所以呢，曾经有人说过，人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在事情没有完成以前呢，它看起来都不太可能。这是因为我们都太舒服，留在自己安全的地带了。我们喜欢在我们觉得很舒服的舒适圈，所以我们会有10000个理由拒绝上帝的感动，是吗？我也是挣扎了很久。但是呢，对于高俊明牧师来说，只有一个信念，就是顺服上帝的呼召。所以在这里呢，我也邀请，应该是说，若耶稣邀请大家呢，给你了一个这样的挑战，你们愿意放下一切的阻挡因素，大胆的踏出信心的一步，去经历上帝在你的生命、你的家庭去做的奇妙作为，活出精彩的人生来荣耀上帝。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我忘记好胆做梦怎么讲了，好大做梦做梦做梦，对，大家一起勇敢踏出你生命里面的一小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听从你的话语，
主你的话语就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里的计划、呼召与旨意，更明白你十字架的真理，使我们有信心、有盼望，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与主同行，让我们的生命用一生来荣耀你。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这时，请三角来吟圣诗552首，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会将车起立。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人救主的保护，新的出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亲近，我靠上帝好大亲近，要亲近，要亲近，我靠我主来亲近，光明有归放伫后面，专心为主来亲近，为了正义应该用命，有天参加来亲近，无靠势力，无靠本事，我靠全能咱的主，我靠上帝好大亲近，要亲近，要亲近，我靠我主来亲近。我有下人情世力，应有的我甘的好，行但命令不出正路，无谈世间的法度，俗世使用应该隆重拄到亲，我靠上帝好大亲近，要亲近，要亲近，我靠我主来亲近，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阮对主耶稣，到尾福气平安欢喜，主的使咱到欢喜，咱就是上当这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亲近，要亲近，要亲近，我靠我主来亲近。为将车坐，这时来奉献，请邓亚忠、黄慈辉技术来施献。
亲爱的主，阮为你赏赐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阮相信是你赏赐，阮才会通伫你面头前徛在。求你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有利于伫你的囝儿、你的教会中，互阮所行的、所办理的一切事，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伫消息报告的台省，请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的新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上主对摩西讲：“你是安怎对我吼叫？就叫以色列人向前行。”出埃及记第14章15节，请上主对摩西讲。你是安怎对我吼叫？就叫以色列人向前行。出埃及记第14章15节，上主对摩西讲：“你是安怎对我吼叫？就叫以色列人向前行。”出埃及记第14章15节。煞接来看周报。周报的第1页是下周的事工人员团契聚会甲固定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2页是小组聚会时间，嘛请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煞接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主日消息。本主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欢迎马英山神学生伫本会请安分享。请为玉山神学院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行政部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6月份的主日学的师资训练，伫中昼12点半，伫9楼要上课。本年度下半年的行事历的初稿，公告伫4楼的公布栏，若是有要修改的，请伫6月4号施工的协调会来提出。下主日的消息，下主日举行圣礼典。请兄姊备万心。财务部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来召开，请部员来出席。教育部会伫下晡1点要召开，请部员出席。教会消息，招募主日的测绘人员，请愿意服侍的同工伫办公室来登记。阁有下几学校即马伫报名中吼，欢迎出来，若是出边有小学生吼来参加。具体消息，本会黄植之兄弟蒙主文调。5月20日下晡1点，伫桃园殡仪馆怀德厅举行告别礼拜。5月27日下晡1点，伫三峡天品山庄举行安放礼拜，请关心代祷。教界消息：台湾转化教会7步骤小组教会研习会，伫6月22到23，伫嘉南教会来举办。要参加的，请向办公室来报名。若是上课有全部完成吼，教会会全部来补助。
阁有全国妇女灵修营，伫7月13到15来伫桃园尊爵大饭店来举办。要报名的请向潘桂娥会长来报名。请余长老来补充报告。今仔日是玉山圣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牧师受派去到承德公园教会去请安报告。伫遮呢，我嘛真欢迎，拄则大家有看到，咱马英山神学生，伊真用心将今仔日的讲道甲介绍玉山圣学院所有一切的事工需要，伫咧报告，咱看到。一脚步一脚印，行到大家对圣学院所期待、甲伊的需要，咱拢爱对应来关心。咱就欢迎马银山神学生，欢迎。接下来，因为教会有设立对圣学院圣学生的奖学金，这时呢，我来请教育部。陈建州长老来颁发这个奖学金，真感谢。因为教会真关心咱台湾3间圣学院的圣学生，所以逐年咱拢有对应有一寡奖学金的设立。所以伫遮，咱大家继续来关心台岛。第2项就是咱的青年陈雅婷昨下晡伫台中伊出去佚佗。跳倒摆，那是最近咱台湾拢开始落大雨，搁单位讲，所以呢，路面较湿淡，所以骨着骑一个倒摆撞弯的时候，无小心就去惨雷啊！惨雷即马就受伤，雷伤到他的肩胛骨所以有手术即马伫。台中潭子的慈济医院所以请大家来替伊来带导尤其咱大家有翘倒摆嘛较小心的好，第3点，礼拜了后，若是有上白话字上课的学生请准时较紧去到800教室，好，我们来开始上课。以上报告。上营信息398首，信息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引线请余长老来祝祷。会将车起立。Amen.
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直直，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电乐灭岛。请甲身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
谢谢谢你。你们这个亚洲不站的，去6楼上，6楼上。OK，你要一下你的准备感。哦，OK， 很多，稍微很多注音啊。很多注意。对啊。第二场华语，对，没有。不用再讲台语自我介绍。我把它剪成这样子一个 PPT 稿，就直接顺着念下来。哦 ，OK， 然后在以后是这华语的，对，那台语的就比较困难。你看啊，我以前这个字我还看不到，我现在不行了，我字已经放到10点了。没关系啊，这个可以自己调到18都没问题。对，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以前只要2张，我现在要3张。3张。对，老花了。好，谢谢。他可能下午的部分你会留下。会，我先。再麻烦，我下午就。好，没关系，就是张老师会让，然后我会看。他目前报名10个。对 ，OK。然后我会先开场的时候会在那边写作，然后后来就是出纳，然后出纳完之后再回去，那要3点半。OK， 没问题，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好，谢谢了，拜拜。谢谢。那个你的小朋友有小孩子回来，4岁的几岁，他现在还是刚刚好。那先出来，姐姐啊。哇塞！